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休閒小生又嚟啦。大家有冇食腰果嘅習慣呢？我就有啊。腰果除咗香脆好味之外，佢嘅營養價值都係非常之高噶。但係大家要知道，喺高溫處理嘅過程當中，佢嘅營養價值就會相對降低咗噶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點樣去做一粒香脆好味嘅腰果，同時又保留到佢嘅營養價值嘅話呢，記得花幾分鐘時間睇埋我今日呢條低溫烤焗腰果嘅視頻啦。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噶啦。嗱，腰果嘅好處呢，我想講講。食腰果能夠預防高血糖，保護血管健康。如果我哋養成每日都食適量腰果嘅習慣，仲能夠有效防止心血管疾病同埋減緩認知能力下降。所以各位老友記嘅網友，記得每日食適量嘅腰果，對你哋嘅身體係非常之有益㗎。我今次就預備咗一斤大概600克嘅腰果，咁先嚟用水清洗下啲灰塵啊、污糟嘢咁先啦。然後再用凍水飛水，咁啲水一滾咗呢，就可以倒起佢㗎啦。再用一個平底筲箕，將所有嘅腰果倒晒落去，然後鋪平佢。低溫烤焗腰果所需要嘅時間係好取決於腰果本身嘅濕度㗎，所以我會用風扇先將啲腰果風乾佢2個鐘，咁2個鐘之後我哋返嚟再傾過。好啦，啲腰果已經風乾咗2個鐘頭，表面上已經冇乜水分，拎上手嘅感覺已經較為乾身㗎啦。預備一個烤盤，加入一塊錫紙，將所有嘅腰果鋪平喺個烤盤上邊，盡量唔好有重疊，咁烤焗受熱會更均勻，到食嘅時候口感會更加鬆脆㗎。大致上就係咁樣。嗱，根據業界嘅標準呢，大凡唔高於攝氏120度嘅烘焙都可以界定為低溫烘焙。又因為每一個焗爐嘅火力同埋特性都有機會唔同，所以我今次烤焗腰果嘅溫度就會調校去攝氏110度，上下火加熱風，全程大概烤焗4個鐘頭。我會每半個鐘頭攞出嚟檢查一次。咁大家而家最好就沖定杯咖啡，我哋一齊嚟烤焗腰果咯。好啦，過咗頭30分鐘啦，我哋攞啲腰果出嚟睇下咩情況。用隻膠殼翻一翻啲腰果，可以幫助鎖住喺腰果裏邊嘅蒸汽揮發。然後就放返入焗爐裏邊繼續烤焗咯。話咁快又過咗4個鐘頭啦，最後一次翻動啲腰果。咁大家可能會問：喂，究竟啲腰果脆唔脆㗎？當啲腰果熱辣辣嘅時候，係一定唔脆㗎。要攤到完全凍晒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食到咁香鬆脆嘅腰果㗎啦。最後將啲腰果放返入個焗爐裏邊，焗爐門輕微打開少少，就咁等啲腰果慢慢攤凍佢啦。好啦，啲腰果已經完全攤凍晒，淨係聽下啲聲就知道佢有幾鬆脆啦。我建議大家儲存喺一啲密實容器裏邊，例如玻璃樽或者係密實盒，以保持腰果嘅鬆脆。
我仲有一個小貼士俾大家，加一張廚房紙去吸走僅餘嘅濕氣，咁啲腰果就可以保存得更加好㗎啦。我今日呢一個嘅低溫烤焗腰果又搞掂啦，大家中唔中意呢？食得開心又健康，係好多人所追求嘅飲食文化。低溫烤焗腰果唔單止能夠做到香脆鬆化，而腰果所包含嘅寶貴營養都能夠完全保留落嚟。我休閒小生喺呢度祝願各位網友食得開心又健康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